唔信耶穌嘅朋友咧，就經常會問一個邏輯性嘅問題啊：全能嘅上帝可唔可以做一塊佢自己搬唔喐嘅石頭咧？咁啊，如果唔可以，咁上帝唔係全能啦啊！如果可以做得到，但係搬唔喐啊，咁上帝又唔係全能啦啊！亦即係話可以唔可以咧？結論一樣唔係全能嘅。其實呢種嘅邏輯咧，韓非子講矛盾呢個故事咧，早就提出過噶啦啊！有一個售賣矛同埋盾嘅人咧，佢賣矛嘅時候咧，就話佢所做嘅矛無盾不穿啊！咁跟住佢又賣盾啦啊！佢又話咧，佢所做嘅盾咧，乜嘢矛都係穿佢唔到嘅咁。有人即場問佢佢係用你製嘅矛去吉入去你做嘅盾，咁結果穿唔穿呢？其實呢一種設有陷阱、早有結論嘅所謂邏輯咧，對於探討真理係冇乜幫助嘅只能夠說明就世上嘅語言同埋邏輯咧，就點咁完善總係有個極限㗎總係有漏洞有個佢自己都睇唔到嘅盲點嘅咁老子《道德經》話咧，多言數窮太多嘅說話就終必係詞窮嘅你要用唔係全能嘅邏輯走去討論上帝嘅全能，咁不如慳返啖氣暖下肚仲好啦。